紅海北海地漸漸接近台灣，氣象署預估講啊，對今仔下晡開始，北海地的暴風圈會影響台灣北部近海，也北部東北部沿海哦，會來透大風起大鷹。颱風白海豚接近，記者現在位在陽明山的二子坪登山口，現場還沒有開始降雨，不過風勢已經比平常更強勁，不少旅客則搶在降雨前來登山。早上不到10點，停車場已經客滿。透早北部山區天氣無幫幫，陣陣的強風，北海地道道接近，抓拄到就八，未少人形成龍亂氣。打定一個主意，如果我來了下大雨的話，那我就折回這樣。如果下大了就回頭，然後我們有帶雨傘。二子坪散步啊，一下再去餐廳，應該一下雨就馬上折。在山區閣要提高警覺，因為氣象署透早就發布大雨特報，提醒家人北海花甲台中以北山區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幾率。文化大學附近的店頭也做好準備。就是如果風雨太大，可能就不要開了，這樣對啊。全聯有買泡麵那些的。不過，風台暗晡來已經傳出災情，宜蘭市靠大風就在中山路一段，有一條車經過路口向丟丟停在路邊，因為電線直接被吹亂，影響交通，30分鐘左右才恢復正常。了烏石港狀況佫較坎坷，人在碼頭附近徛攏徛袂在，特別雨風吹走，收海岸的船全部歇困，南方澳漁港漁船全部撤回放佇個港內。海巡署人員也出動撤離違規遊客，也個宜蘭東番節雖然正常開，不過煩惱風勢傷過大，東山河河邊的布棚全部收起來。基隆北海岸、台東沿海以及屏東南端沿海已經起風了，大概有陣風8到9級的風出現，預估這些地方的風會持續的下去，甚至我們也可以看到更強的風有可能會持續到西北部的沿海，然後也會靠近台東沿海以及西南部的沿海，這樣強風情形請留意。氣象署觀察北海地目前依然在台北東北東方向，有個拜六繼續偏西接近，一直到拜日轉向西北西方向轉向中國。拜六下晡開始，暴風圈就影響台灣北部近海，沿海沿岸附等等。愛惜記者綜合報道。